台北市文山区有一间国小的老师，伫今年6月去互人指控性骚扰。校方虽然是甲这个老师停一半冬，也毋过后来阁有10外个学生是跳出来讲，因拢有受到伤害，而且因阁指控学校是无扩大来调查。校方是回应讲，即马已经有进行普查，后手也会强化保密，通保护受害者的权益。拉我去做他的大腿，从背后环抱我。往后的7年间，郑以伟也不断的利用权势、言语对我进行性骚扰。讲到高中时期登去国小的母校所叫老师性骚扰经验，受害人几落摆后天，特别是文山区某一间国小，一个细体老师向指控对毕业的校友性骚扰，毋过代志爆出了后，又搁传出受害者毋哪一个人。20年之间，光是有来告诉我的，平均每1年就有一位受害者泄露通报者的证据跟身份，也没有提供应尽的法律资源，还有咨商资源。受害者甲立委甲社会团体召开记者会，点出有真侪人讲过，包括老师抱、摸身体，尤其坐个大腿，或者是言语的性骚扰。有一个人是伫读书时期向拄到，嘛有人是读到大学，或是毕业了后登去母校向性骚扰。虽然事件是伫6月份爆发了后，校展开调查，嘛听凭这个老师6个月，毋过受害人表示要求校方扩大调查，扩向拒绝，而且调查阁有真侪问题。从6月12号到7月17号这段时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到17号才收到主任的简讯，难道就是明星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吗？性平会已经做成决议，那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做普查的动作了。他这个调查小组也要把这些疑似瑕疵的部分都要纳入调查的范围之内。老师他在学校服务20年，然后过去的职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20年来的历届校友，就会进行一个普查。预计本周就会递发这个普查问卷。校方回应，目前已经对这个老师把接触过的学生进行调查，卖重视受害者的文书，未向白菜。安那国教署这是回应，若是无保密，会当处1万到15万块的罚款。希望会当好好将每一个受害者接好调。记者周彦群、王兴忠、王基昌台北报道。